行政长官候选人梁振英、唐英年以及何俊仁今天分别接受电台的访问。唐英年点名批评梁振英，而梁振英则是认为批评他要做出具体的说明。特首选举提名结束，有電台致電3位候選人，問他們有什麼話想要對另外2位候選人說。何俊仁呢，我尊重佢，佢做人有原則。阿梁振英呢，就香港人一定要擔心嘅。因為我自己從政咗20年，我喺政府裏邊9年，我係見識過好多人啦。有好多人呢就講呢就天下無敵，做呢就無能為力。嗱，譬如85000啦，大家應該記憶猶新嘅負資產啦，1蚊樓燒炭，我諗起都驚。梁振英回應表示，批評要有具體說明。大家開始嘅時候又擔心話梁振英會唔會搞福利主義啊？咁而家睇到我嘅政綱，我就似乎另外2位候選人喺一啲福利問題上咧，就比我更加進取咯，進取又好，或者急進又好啦。咁跟住唔係小心我嘅福利主義，咁小心我啲乜嘢嘢咧？咁我諗如果講得清楚啲，我唔介意嘅，我接受監督，但係要具體啲啦。而唐英年也被問到負面新聞，僭建問題嘅披露啊，係對你嘅抹黑咧？我自己係承認今次處理僭建呢個問題咧，係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嘅。唔係，我嘅問題係算唔算係對你嘅抹黑啊？我想問。我係承認咗有僭建嘅。披露你嘅僭建算唔算抹黑啊？你都唔答我呢個問題。唔係啊，我咪答咗你咯。而何俊仁就表示參選不是為了個人，而為是何月秋、湯景棠香港報道。